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即届市长的任内接受国民党的征调，请长假去选总统。这个消息是引起部分新北市民的不满，而且佫成立罢免侯友宜自救会，要来发动罢免的行动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收到超过1万份的联署单，按算2月底要收集到4万份送去中选会。也那侯友宜本人是回应讲，会继续来拼市政。 没有，下个赛季等一下我给你哈，2月底拢袂使出框框。现场志刚甲民众写表，发起罢免新北市长侯友宜的联署活动。侯友宜2022年9合1选举，成功以6成2得票率连任，第2任市长任期和国民党征调选2024总统，引起部分新北市民的不满。有没有很专心啊？你新北市长还没有当完就要当总统，像跟韩国瑜一样。 他请假2、3个月去搞总统，选不上又回来，有什么好啊做？啊，逐工嘛咧好啊做，也无好啊做。根据罢免相关规定，第一阶段提议人人数应该是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00%以上。罢免侯友宜自救会议程需要超过3.3万份提议书。第二阶段需要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0%以上，差不多超过33.2万份联署书。最后投票需要25%以上投同意票，而且同意要比无同意票较侪。 其实我们都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庶民，我们就是想要罢免侯友宜，预估2月底应该会达成第一阶的所谓的3万多份的联署书，我们收齐4万份，我们才会去提交中选会。我努力拼市政建设。侯友宜讲会尽力拼市政建设，新北罢交自救会是讲。 活动为1月20到即马已经累计超过1万份联署书，一定春节过了后要成立中和板桥联署站，冲关联署的份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